收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到各国相继进行疫苗施打计划。近日，前总统马英九呼吁不要放弃其他疫苗来源，并提出不该拒绝中国疫苗的言论。而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透露，疫苗取得受到阻碍，让台湾采购疫苗的情况备受瞩目。对此，陆委会18日回应，有关疫苗开放需要符合法规，而自疫情以来，陆方从未向台湾提供疫苗相关资讯，也没有主动表达愿意提供疫苗。由于中国大陆的疫苗包括所有的各种疫苗，是属于经济部国贸局公告纳入大陆物品不准许输入项目的总汇表，所以依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第7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疫苗不得输入到台湾。疫苗采购必须要符合安全、有效、可以买以及民众愿意使用这些原则。那么，我想，我们指挥中心已经从医卫专业的角度清楚的说明。如果要从中国大陆购买疫苗，是可以透过修法方式引进。那么指挥中心也表示，如果有购买的需要，也不排除修法的方式。但是目前指挥中心并没有相关的规划。那我们也在跟您说明目前所涉及的相关的法律。中国大陆的疫苗进口涉及到我方的法律规定，由于中国大陆的疫苗包括所有的各种疫苗，是属于经济部国贸局公告纳入大陆物品不准许输入项目的总汇表，所以依照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第7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中国大陆的疫苗不得输入到台湾。那么，你刚刚提到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双方进行传染病的检疫防疫资讯交换通报，以及疫苗研发等交流合作等事项。但是两岸协议的签署以及执行，仍然需要符合各自的法令规定。如果双方进行医药卫生协议相关的合作，也必须要符合我方既有的法律规范。所以我们也根据这个协议呢，我们也洽疾管署了解，自从疫情以来，陆方并未透过两岸医药卫生合作协议的管道，向我方提供陆制疫苗相关的资讯，也没有主动表达愿意提供疫苗予以我方使用。部桃医院在历经中央启动部桃专案及清零计划之后，中央派专家勘查评估，确认院内感染风险解除，已于19日重新营运，并在前一晚由陆军33化学兵再次进驻医院，进行逐层的消毒作业。带您回顾现场状况。等一下要发动机器就先。
而部立桃园医院在19日上午举行复工开幕仪式，桃园市长郑文灿、行政院长苏贞昌及卫福部长陈时中都一起出席，带你来看现场状况。布桃事件到今天40天，那我要说，我们遭受到病毒的攻击，但是我们一起挺住了，我们通过了这个试炼，我们要重回战场。让我们一起，部长永远跟大家站在一起，我们继续加油！谢谢，谢谢大家。3、2、1，请按钮。桃园医院复原启动，防疫归队。这是一个感动的一刻。那容我没有办法一一点名，因为在场每一位在这一次里都鞠躬绝尾，让我深深的给大家鞠一个躬，感谢大家。谢谢部长。布桃事件到今天40天，那我要说，我们遭受到病毒的攻击，但是我们一起挺住了。我们通过了这个试炼，我们要重回战场。让我们一起，部长永远跟大家站在一起，我们继续加油！谢谢，谢谢大家。装设摄影机来做这个即时录影的部分。那这个即时录影除了在录影，那我们每次会有6位的同仁一起接受裁剪，当他们完成裁剪之后离开，第2批同仁呢还要再祭祖上来。那在每次裁剪之前呢，我们都会再做最后一次的部分的确认，确定。民调比长蛮高，让他们紧张一点。民调都高高低低的哈，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民调。好，只要你在这边做民调，我民调一定第1高，对不对？好，来这里选嘛，来这里选嘛。可是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就有不同的结果。然后我们政务官就是把事情做好。好，谢谢部长，谢谢部长。谢谢。桃园医院在不在？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17日获聘为国民党中评委后，次日就马上在脸书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任何人愿意为国家社会甚至为党来服务，都给予满满的感激与祝福。19日，侯友宜针对张亚中宣布参选国民党的主席，抛出两岸和平专案的议题来受访。他强调，任何人愿意为国家社会，甚至为党来服务，他都存着满满的感激。大家只要团结，只要认真努力的做事，用心回馈社会，侯友宜都给予祝福，希望张亚中能够心想事成。至于张亚中在脸书 po 文，这20多年来，我更为两岸和平构思了最可行的方案。奔走两岸，推动对台湾有利的两岸和合主张。如果有机会担任本党主席，中国国民党也会保证提供给大家一份足以使两岸走向和平的具体方案。对此，侯友宜仅回应：只要能让整个台湾团结往前走，两岸能够和平，我们都应该尽心尽力。特力集团总裁何汤雄近年来以个人名义投入健康事业，讲究食材来源，而最近更化身总裁及网红，教大家健康新知。但其实很少人知道，早年派驻海外的他，也被训练成做菜高手，好手艺都是传承自父母亲。来看他怎么用独特的和式手法，做出连结家人情感的家常味。
集团总裁何汤雄近年来投入健康事业，特别讲究食材来源，但很少人知道，早年派驻海外的他，也被训练成做菜高手。就是你越烧越有心得，其实所有的菜你要善用佐料就好了啦。传承爸妈的好手艺，何汤雄首度正式在镜头前做菜，就把何家私房菜搬上桌。准备好鸡蛋、新鲜番茄酱，这番茄炒蛋要独一无二，就得靠独家的何氏手法。就这样慢慢推，慢慢推，趁蛋汁稍稍凝固，就得起锅。来一碗面，然后你要加一点葱花啦，就是你要更漂亮一点嘛，加点葱花更漂亮一点嘛。那你可以如果你要跟饭一起吃面吃，你就盐巴多加一点嘛，这样就好了，简单。一道菜结束了。谁最爱吃？你们家谁最爱吃？我们家的女儿老三最喜欢吃这个，不过我们家的孙子也很喜欢吃这个。再来是何家宴客 No.1 山药鸡汤，食谱来头可不小。蔡成南蔡董，那他就用这个，通常我们煮那个鸡汤的鸡肉就不能吃嘛，对不对？好，他说你把鸡架子、鸡胸肉、鸡脚、鸡脖子，反正这些鸡不值钱的地方呢，你就把它丢了汤里面去滚一滚。等到冷却，去除油脂，这鸡底的汤加入红枣、山药、当归，滚一滚，还有去皮穿烫过的鸡腿丁，最后加入枸杞、米酒一块煮，香气扑鼻。你看这个鸡肉鲜嫩可口。除了加山药鸡肉，这鸡汤还能煮出亲友都赞不绝口的鸡蛋肉丝面。那我们家的客人呢？吃过我们家的鸡蛋肉丝面以后呢，明明吃饭已经很饱了哈，他会说：“哎，来，阿姨啊，再来一碗。”蛋汁煎到焦香，拌一拌，直接加入鸡汤与面条一块煮，为的就是要留住锅气与蛋香。再把7、8分熟、抓过芡的肉丝放进去，撒把葱花、香菜，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指大动。他有时候在外面回来吃饭，那个过了吃饭时间的时候，他就说：“爸比，我30分钟以后到家，我要吃这个鸡蛋肉丝面，我赶快都反正很快嘛，他就准备给他吃。”开玩笑，这个女儿要喜欢什么，要求你去做的，你不马上做到？哎呀，很乐意的，很高兴的，很愉快的，马上去做到。OK。年过70的何汤雄曾经无肉不欢，但现在的他吃东西越来越简单，也因为投入健康事业特安康，因此更重视食材的营养价值。生菜、青菜、红萝卜、小番茄、甜椒、洋葱、苹果片，最后淋上鸡汤，适合冬天的温沙拉，轻松完成。我这个汤呢，我就慢慢加进去，因为我们的蔬菜它要保持它的低温的状况之下呢，所以它的温度就不会破坏它的营养素。漂不漂亮？清清淡淡的，吃起来又好吃。对啊，你拿一个筷子吃看看，看脆不脆？怕天天吃生菜吃到腻，何汤雄又自己发明，拌点肉燥一样美味。身为特力集团总裁，何汤雄事业经营早就交给专业经理人，但一场新冠肺炎让他困在台湾，也把他想做健康事业的潜力都激发出来。我老婆说：“何汤雄啊，你吃饱撑了。”我自己高兴就好，自己高兴就好。那像我们老人家已经被人家伺候惯了，动动嘴巴，重新一个新的公司，我自己也不熟悉，团队也不熟悉，还要带着他们从我20-30年以前就带着团队来做这些策略思维啦、business 的方向啦、目标啦，哎呦，有一点辛苦。而且我们公司老的老，小的小 ，OK 。Oh my God！ 不过蛮有趣的，这个是等于是让我脑袋天天在动。
唯一的缺点就是要牺牲很多的享受了。你比如说牺牲一些休闲的啦，这些事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后悔，真的有点后悔。虽然开玩笑说后悔，但想起自己就是品牌，名人效益可能带起健康事业的知名度。何汤雄第一时间就自己跳下来做，从总裁变成主持人，开设个人影音频道，亲自示范瑜伽墙，化身网红，开箱农场牧场，当起一日农夫。好，干净自由。好，但是你手切的太大力，所以那一根断掉了。糟糕，那一颗的钱你要出。哇塞，真不容易，赚那么一点工钱还要出。那我现在整个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我蛮喜欢的。你没有亲自参与，你不会变的啦。你听人家讲，你也不会变的啦。那你亲自参与，又要带着别人做，你又要讲得头头是道。你今天如果没有亲自参与，你怎么讲头头是道？问何汤雄下一步是什么？新创事业要领军到何时？又要什么时候退休？他说目标一直变，自己也没有办法说得准。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能力推广健康新知，就会持续与消费者互动。Now 今日新闻，朱永强、林条训、许家珍报道。电视剧《天桥上的魔术师》日前举办宣传活动，杨雅哲导演与庄凯勋、孙淑媚、杨大正等演员都出席。剧中饰演夫妻的孙淑媚与杨大正，其中一场打架的戏还让孙淑媚因此全身酸痛。来听听他们所分享的趣事。我跳了前两次会跳不上，就会滑下来。然后最后一次我是连脚用勾夹的，上去，对，直接把他的身体夹住这样，然后他很用力把我甩下来，这还蛮激烈的。回家有受伤吗？有。回家是在现场，我受伤，在现场不会痛，但回家几天之后发现那个整个大腿是。这很好啊。时过个年，好，这边来欢乐，谢谢。然后上面右边，我是汉典，这边，先不要。来右下。再牛一次。对，今年你最牛。都是牛一场。第一场孙淑媚还蛮屌，就跳到他背上捶他，然后说：“生囝你无出来拍。”这么动作戏，淑媚有没有觉得镜头上有难讲？要试几次，因为我跳了前两次会跳不上，就会滑下来。然后最后一次我是连脚用勾夹的，上去，对，直接把他的身体夹住这样，然后他很用力把我甩下来，这还蛮激烈的。回家有受伤吗？有。回家是在现场，我受伤，在现场不会痛，但回家几天之后发现那个整个大腿是呕气的，对。可是很过瘾，可见你有夹多用力，因为很用力啊，上不去。对，但我是真的甩不太掉。你冲上，因为我夹很用力。绑回，然后真的甩不掉，只好多出一点力。觉得真的蛮妙，导演一直不喊卡。对，我们台词都已经讲完了。吵架完互相擦药。然后不喊卡，然后呢？对啊，你不喊卡，然后我就在想说，接下来还可以演什么？我们已经加了不少戏了，什么本来只是擦药的，后来就看到旁边有 OK 棒，好了，那 OK 棒再加一下这样子。他就吻戏就金而已啊。哦，对啊，导演说，导演想的跟我一样，他说不喊卡就是你只剩一吐就是亲下去。结果有亲吗？没有。一回生二回熟嘛，之前比较紧张啦，第一台比较紧张，现在大致上都知道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唯一会需要去备战的状态，就是当我开始忙的时候怎么办？对，因为有大有小要照顾。会自己带？自己带啊，我们都自己带。对，他们长大的速度太快了，这几年比较珍贵一点。我训练儿子要照顾我。他现在跟他讲，他一知半解。对，但我们会希望他每天去摸摸肚子，跟肚子说话。
所以让他知道说妹妹要出来这样，对，然后就跟他建立一个观念，就是妹妹出来会跟你一起玩，对，但是因为那时候刚好圣诞节前后，所以他去摸肚子的时候，他只会讲说妹妹快点出来发礼物啊，傻眼。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你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